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静老师。今天胡适走势，那又是让金融消费者扎心的一天。但是今天这个扎心稍微好一点，比前几天要温柔一点。今天三大指数是集体高開，但是好景不長，一高開之後一路震盪走低。截至收盤，上證指數下跌0.73%，深圳成指下跌1.81%。创業板指數下跌2.11%，最厲害的是科創50指數，也是高開，最終收跌5.04%，給人感覺這個走勢，科創50指數就到頭了，就這種感覺。當然了，也不排除他學韓國的指數，那韓國他也有過這樣的走勢，暴跌向下熔斷之後，後面他又向上熔斷。現在我看今天韓國指數又在漲，那咱們的科創板是不是也學韓國？這個咱不知道，向下來個5%的下跌，下一周再往上來5%、8%漲幅，敢不敢學這個韓國指數？這不好說。今天這個風格也切換了，今天跌的都是一些什麼半導體、芯片、存儲這些，就是硅基的在回調。所以要不科創50這麼暴跌，老燈股突然逮住機會了，開始表現，碳基的，就連房地產它還彈一下。我看有的房地產股票它趁機漲停，這個說實話不是我打擊，房地產股票漲停趕緊跑。如果你在這上面你埋伏了，搶反彈，趕緊賺點錢就跑，因為它後面是無盡的慢慢下跌之路啊。我看這白酒是吧，茅台也彈了一下，很多老燈股都稍微彈了一下。實際上如果你要搏反彈，真的是一天就得跑，你不跑下個交易日就把你套住。資金是從這些裡面流出來的。你搶反彈，你千萬不要把它當做什麼反轉。今天這個成交額3.3萬億，還放量了，也就是今天是放量下跌。為什麼說散戶也很扎心？今天是3884家下跌，1542家上漲。我記得這連續這幾周是不是都是這個走勢？指數沒怎麼變化，好像變化或者不大，但是下跌的遠遠都是上漲的。通常都是4000家下跌，1000家上漲，大概這麼個比例。所以說我說散戶非常扎心的，就是你不踩對這個節奏，如果沒買對板塊，你基本上就是賠錢，天天賠錢，就感覺是看着自己大腿在往出流血啊，止不住啊。指數漲，散戶也在流血；指數跌，散戶還在流血。那今天也是5月份收工最後一天，那麼要看整月的表現，那科創50漲了10%。這5月份雖然比韓國的要稍微差點，但是你想指數漲了10%還是不錯的。但是科創板這個股票都是市夢率啊，你敢拿嗎？拿得住嗎？什麼 PCB、CBO、半導體、電力、芯片這玩意兒概念嗎？都已經學會了嗎？什麼易中天是吧？光模塊。我今天在網上看到華爾街著名的這個投資家叫威廉·伯恩斯坦，但他是那種叫被動投資，指數基金，他投指數，是一個堅定的倡導者。他比較強調資產配置，他認為資產配置比選股重要。就這個人叫伯恩斯坦，他已經強烈呼籲大家自己可以去查，終止覆蓋整個中國消費行業，不是說哪個板塊或者哪一兩隻股票，是所有跟中國消費相關的這個行業都不能配置，是整個賽道系統性撤退。家電、美妝、體育用品、零售全線放棄。伯恩斯坦，我給大家介紹了，是頂級的外資這個機構，人家用腳投票，這個是吧？比任何什麼高盛、摩根士丹利這些報告的直接。再簡單點說吧，就是碳基相關的股票，中國的不要碰了，只會是這個叫無盡的下跌之路。這個是一個不祥之兆，這個是不好的一個信號啊。那有人就說了，我是作為金融消費者，我就要投資，就要賺錢，怎麼辦？碳基的不能投，硅基的能不能投？硅基的剛才已經說了，科創板今天是5%的下跌，這個波動是非常大的，指數5%下跌，這種刺激你受得了嗎？再以這個港股為例，港股也是股票，那簡直是非常魔幻。港股這個叫智譜科技，它不就是那個 AI 的第一股嗎？今天也是拉了一把大的，這隻股票今天最多漲了20%幾，直接幹到將近2000塊。市值超過900億港元，感覺是瘋狂趕頂，結果帥不到3秒，後面就是崩盤。崩盤什麼意思啊？從漲23%到直接跌5%、6%，從最高點2000港幣跌到每股1500港幣。
我刚才看了一下，還是1550，不知道收盤會是多少。給人感覺這就是這麼劇烈振幅，而且成交量特別大，就感覺就是在出貨啊。智譜好像是在虧損，它不盈利。當然了，這些硅基股票你不能用這個市盈率來這一套來衡量它，你只能用市夢率。這個智譜它的市值很輕鬆的就超過了小米。你說智譜這家公司幹啥的都不知道，很多人我相信不清楚是幹啥的。但是你說小米雷軍是國民什麼勞動模範是吧？企業家這個耳熟能詳，大家都知道。結果搞個小米吧，你說可能是搞了10來年，雷軍都已經變成一個老登了。你看他的這個小米嘛，現在，而且我記得雷軍是昨天小米公布他的財報，雖然這個財報不太美妙，不太好，但是你說他搞了這麼長時間，他這個市值一夜之間就讓智譜給超過了。這個市場到底是瘋狂還是理性？所以說這個硅基你敢追嗎？從2000塊到1500，就這麼短短的10分鐘。所以我說這個硅基的股票很多叫市夢率的股票，萬一你給套上了，那絕對是一輩子來解套。有人統計了一下，科創50指數的市值已經從2024年9月的，也就是這一輪指數牛市啟動那個時候，從10點開始算起，科創50指數啊，它的市值從2.3萬億到現在的5.8万億，已經漲了1倍不止。市值膨脹，科創板2.3萬億到5.8萬億，但是同期的上證50指數，上證50指數這些股票都是還不錯的，是吧？算是白马股唄。以前老登這個市值從18萬億，它反而是下跌到16萬億，縮水的。也就是從2024年9月份那個牛市啟動的時候，你進了上證50指數這些白馬股，這些老登股，你看這個利潤還不錯，市盈率還是不錯的，對不對？你價值投資啊，你進去了，好。你還縮水了，18萬億到現在變成16万億，只有科創是翻倍的不止。所以說來說去，所謂的指數牛市，如果你沒有選對這個股票，也就那麼200多只，如果你沒有選對這些股票，那你基本上是在賠錢。最近網上在流傳一個清華大學的一個 PPT， 這個 PPT 大概其我查了一下，應該是清華大學一個什麼金融研究這個班，或者是叫總裁班用來教課的一個課件，大概是這樣的。這個 PPT 的標題叫贏在8小時之外。2026年5月7號的副標題叫散戶為什麼一定會被割。大家知道清華大學作為它內部的一個教材，或者是上課的一個課件，或者是一個論壇的一個 PPT， 是怎麼看待散戶為什麼一定會被割的？這個答案大家一定非常感興趣。它這個散戶為什麼被割裡面提到一個叫避險策略，就是怎麼避險。散戶你怎麼避免被割？怎麼避險？答案很簡單，說盡量選擇發達國家股市、紐交所、納斯達克等，避開謊話連篇的市場。這就是我天天的不厭其煩，每天1天1期胡適節目，那就是一模一樣的，跟我的觀點有什麼區別嗎？是吧？你要散戶想投資，你盡量避免這個謊話連篇的市場。你非要投資，那你就選擇沒落的美西方這個市場。但是現在不好意思，你也選不了了。如果你人在內地，你是嚴格意義上你是不能炒港股，還有美的，還有日本、韓國的股市的，那是犯法的。除非你通過什麼港股通，或者是叫什麼而官方指定這個通道，你想港股通这個剛一開通，那個叫什麼驚為天地，你就去買單。上午咱們節目說了，帶你搞錢，原來是搞你的錢，就是通過港股通去買的，去被套的。散戶為什麼一定會被收割？因為散戶會忽略環境的重要性，也就是你所處的這個市場你不了解，一個謊話連篇的市場，沙灘上建高樓。所以我一直說它是一個基本面根本就不支撐它走牛市。散戶一般固守歷史高點，拒絕在合理的價位離場，幻想重回高峰，最終被莊家通吃。散戶不願意承認虧損，死扛虧損，就是這個死扛的虧損股，甚至越跌越補，導致小虧變大虧。這不就是上海建工爺叔嗎？對吧？這不就是地保老人也是這樣嗎？越虧越補，越陷越深。這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內部的一個 PPT， 一個謊話連篇的市場，你想在這兒賺錢，你簡直是在做夢。我們再看韓國，這個鳳凰網財經它有篇報道說，韓國人炒股瘋魔了。韓國人說刷短視頻沒股票有意思，也就是韓國人炒股到什麼地步了？你刷什麼短視頻？那跟咱們一樣，咱們刷抖音是吧？
人家不刷短視頻，人家都沒意思，人家都是在张口閉口都是玩股票，有點咱們两波牛市的那個意思了。韓國的理髮店的 Tony 老師是吧？大家清潔工啊、菜市场的阿姨啊，都開始在聊股票，不聊股票你就已經落伍了，而且沒有希望。據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版報道，繼韓國上班族登廁所看盤後，現在又出了新花樣，偽裝成 Excel 和郵件的炒股網站，乍一看現在認真工作，其實全是實時股價。中學教師自曝工資本來就低，聽完三星海力士的績效獎更失落了，只能沉迷炒股，一天要點進去看10來次，一點都沒錯。我親身經歷過2輪牛市，都是這種感覺。全民炒股的時候，你感覺你那一個月拿個1萬塊錢工資，這簡直是那就是窩囊廢，因為你每天一漲停都幾十萬了，10幾萬，有時候一天2個漲停，就不是一天，不是連着2個漲停，你比你1年多2年的收入还要多。大家一上班都不幹別的，找個會議室，假裝在開會，實際上是在聊股票，一個人抱一台電腦在那盯着互相交流。那韓國人更是這樣，如果你沒在海力士上班，也沒在三星上班，那個巨額獎金跟你沒關係，對不對？你當老師的工資就那麼多，沒漲，當公務員的工資也沒漲。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再去買股票，那你就更是落伍。說還有人把郵件偽裝成上司來信，點開一看，發件人叫李在鎔，電子事業部本部，裡面是三星電子股價。散戶直言，刷短視頻都沒有股票有意思，漲跌之間全是多巴胺。韓國綜指今年已經漲了100%，活躍股票賬戶突破 1.05 億個，比韓國總人口還要多，差不多是2倍吧。韓國股市泡沫什麼時候破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破我感覺肯定會破。你全民炒股，炒着就要加槓桿，你海力士、三星業績再好，你脫離了基本面是吧？比它遠遠超過海力士和三星的基本面的時候，那也不行。現在據說韓國又發行什麼海力士、三星的 ETF， 一發行認購就超過20億美元，那簡直是火爆的不能再火爆了。也就是說，太火，你槓桿加的越多，你到时候稍微一點波动，那就是股災，血流成河。所以是韓国现在有點意思了，不知道这种全民炒股这种瘋狂狀態能持續多長時間，能不能持續3個月？這個我覺得夠嗆，就這麼火爆，因為大家都閉着眼加槓桿嘛，這閉着眼上嘛。這個就像我們10年前京滬房價永遠漲，不是一個道理嗎？那閉着眼，那沒有人相信房價會跌，閉着眼買，對不對？那跌起來那不也是爹媽都不認識嗎？鳳凰網財經還有九派新聞，還有什麼都市快報，很多媒體啊，今天的一個新聞說，為給兒子賺婚禮錢，浙江女子投100萬炒股，竟變成遊戲點券，也就是他拿100萬去炒股的，人家也買這個科技股的，結果全部變成遊戲的點券，這不就扯嗎？變成歡樂豆，就這意思。說兒子婚期將至啊，為了多賺點錢，好把婚禮辦得風光一些，諸暨的胡女士一口氣買了100萬元，就投入100萬買股票，沒想到這些錢竟變成遊戲的點券，差點血本無歸。胡女士熱衷炒股，最近兒子馬上要結婚，手頭資金比較緊張的她有點犯愁，就想着能不能趁着婚禮前這段時間從股市裡多賺一點。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陌生電話打進來，對方似乎非常了解胡女士的需求，稱可提供股票分析、指導賺錢服務。胡女士聽了後覺得可行，便按照對方提示下載一款涉嫌涉詐 APP， 開通了會員，跟着行情分析師買股票。胡女士確實小有盈利，逐漸放鬆了警惕。沒過多久，行情分析師放出猛料，說有隻股票能大量盈利。看到群友都在賺錢曬收益，胡女士心動不已，立馬下載安裝指定 APP， 用該平台贈送的1萬元獲利2000元，並順利提現。至此，胡女士對平台深信不疑，決定梭哈主動申購100萬該股票。很快，平台通知胡女士將錢轉入指定的銀行卡內，她分2次各持50萬，將50萬元轉入該銀行卡，轉了100萬。幸好大額資金轉出，很快讓警方發現了異常。諸暨市公安局刑偵大隊
立即開展資金流向研判，發現該100萬元通過個人賬戶反覆轉賬後投入了資金池，扣除購買基金的申購稅費，剩餘的99.7萬元從基金池流出，轉入南通一家遊戲中介公司，用於購買遊戲點券。幸運的是，這筆錢雖然已經購買了遊戲點券，但尚未發貨。警方立即聯繫對方，暫停發貨，並凍結了該賬戶。事不宜遲，諸暨警方連夜驅車趕赴南通，但新的難題擺在民警眼前，說由於該99.7萬元已經轉換為遊戲點券，胡女士一家無遊戲點券銷售渠道，如何才能變回現金？經過警方多方協調，胡女士主動提出委托該遊戲中介公司代為銷售，最終這批點券以低價出售回籠資金，扣除各項稅款，成功追回現金80餘萬元。這我沒看懂，警方既然已經抓到了騙子的，都已經知道這是騙局，為什麼不能把騙子抓了呢？為什麼？因為先刑後明，你這是屬於詐騙的錢，對不對？詐騙的錢，那你理應是吧？這個要退回，搞不懂。這警方居然給他追回了80萬，這中間還涉及到一家遊戲中介公司，遊戲賣點卡的，這正好不是一网打盡嗎？你這賣點卡的肯定跟這個叫什麼？跟這個非法推薦炒股的人肯定是有勾結，成為他洗錢的一個渠道。當然了，這個事的重點是說這胡女士，這種人，你說恨不得媒體、社交媒體這些短視頻、反詐、央視正規媒體天天的播放，天天的講這種詐騙，為什麼還有人就這麼容易上當？說白了，說來說去就是太貪，每天這樣的宣傳，那簡直是隨處可見，還有人要上當，你說為什麼？就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老是想着不勞而獲，想着自己拿點錢就這麼去折騰一下，馬上就能破圈，能上一個層級，能財富自由？各地警方每天為這事得浪費多少人力物力有限的資源，導致很多其他的案子沒有辦法開展。所以說，這個還真是最好以後各地就不要受理這種詐騙的案子，就讓他自己叫什么自生自滅，是吧？这種所謂的詐騙的案子、涉詐的案子，還是往後放一放。你今天把胡女士錢給他找回來了80萬，他明天還會在別的地方被人騙一樣的。他這80萬或者100萬，歸根結底不屬於他，不是被這個騙子騙，那一定會被那個騙子騙。那你警方總不能坐他家裡保護他吧？我們再看胡靜老師，這胡靜老師今天發了個微博，他說天黑了，走回家的路上拍張照片，我很少有機會注意周圍原來是這樣的美，每個城市街景拍了都很美，只要有心情多留意就能捕捉到它。有很多人說胡靜老師是不是炒股賺錢了，連晚上走路感覺風都變得甜了，這個夜晚首都的燈光都變得柔美。胡靜老師後面說開始凡爾賽了，凡爾賽。他說別以為老胡住很貴的房子，周圍因為沒有好學校，這裡一直是北京房價的窪地，比東城西城的老破小差遠了。你看凡爾賽，他順手切了一張他用中興手機拍了一張照片傳在網上，我就看了一下這照片，因為我對北京的北邊我不是特別熟，南邊也不是特別熟，我就對北京的東邊，從長安街的2環、東2環，也別說東2環，從西2環開始往東，我都比較熟，所以我一看這照片，我第一反應，這個照片應該是在東3環外，應該叫建國路是吧？建外大街往北一直到朝陽路這之間這麼一個地方，但我具體什麼地方我不敢肯定，應該是在東3環外，大望路往西就這麼一個區域。那當然了，這地方也算是 CBD， 我就好事，我就把這個胡一靜老師這個圖給發到那個 Grok 上面，讓他給我辨認一下，這是北京什麼地方。這 Grok 他就出了答案，他說拍攝地點判斷是北京金融街西2環附近。他理由什麼？他說這個左側大樓就是胡一靜老師拍的照片，左側大樓頂部有綠色標誌，叫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總部大樓。右側大樓，他說頂部有橙色標誌，叫太平洋。他認為這個是太平洋保險相關建築。他就分析，他說這個應該是在東街與復興門內大街附近。
這我知道，我对這兒也挺熟的。金融街复兴门的，大家那不是乐坛什麼的，再往2环外是兒童醫院。人工智能告訴我他說可能是從金融街購物中心附近、复興門橋周邊或太平橋大街向西北方向拍攝。他說從這個角度能拍到中國太保和太平洋保險2棟大樓的夜景，是金融街經典的夜拍點之一。对，說明人工智能人家一本正经的胡說八道，沒毛病。他说這胡锡進經常在微博分享北京的夜景，尤其喜歡拍金融街、CBD、國貿等繁華地段的燈光夜景。他拍這類照片時，通常會配上北京的夜景真漂亮、城市活力等積極評論。我就提示我說，據我判斷，這個應該是在東三環之外，而不是西2環。我說你再仔細查一下。人工智能回復我，他說已經確認了，這個就是在西城區金融街太平橋大街豐盛胡同附近拍的，而且仰拍。他告訴我，他說这不可能是東三環 CBD 區域。他說我查了一下，他說在國貿中心、華貿中心、招商局大廈、嘉里中心等，並沒有這2棟帶有顯著中國太保和太平洋的標誌的高樓。他說我搜索了東三環建國路、華貿中心周邊，都未找到匹配這2棟樓的夜景的記錄。然後我又提示這個人工智能，我說橙色的標誌不是太平洋保險，是正大中心。結果這個時候這個人工智能哥兒才開始馬上說感謝糾正，我已重新核實，最終確認拍攝地點在北京朝陽區 CBD 核心區東三環正大中心北側區域。又一本正經的給我分析說，這個右側橙色標識大樓正是北京正大中心。正大中心是 CBD 核心區的雙子塔建築，頂部標識常為橙色、黃色調，與照片完全匹配。他說左側標識為中國太保相關大樓，在正大中心周邊也能看到。他說走回家的路上，北京房價洼地，沒有好學校，這是胡錦老師發的微博嘛？這些也與 CBD 北側的住宅區特徵吻合。說 CBD 商務區周邊有較多的普通住宅，學區資源相對一般，房價較東城西城核心區低。具體拍攝位置是正大中心北邊光華路、景輝街或中央公園北側區域。說胡锡進很可能是從正大中心北側街道進入，捕捉到正大中心與中國太保大樓並立的夜景。然後來了一句，您說的對，我之前把金融街就是西2環和 CBD 東三環的保險大樓搞混了，準確地點符合你提到的萬達與金地中心以北以及華貿中心北邊區域的這一範圍。你看啊，所以說人工智能你不能全信，他真的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胡锡進不止一次拍他們家附近的这個夜景，胡锡進雖然沒有說他們家在什麼地方，但是他拍的那個夜景，我經常一看我就知道，這就是東三環以外的，實際上就是在央視大裤衩南邊區，就是什麼金台路、紅廟往南、建國路往北，大概這麼一大片區域，在中國尊的西邊，華貿中心西邊，就這麼一大塊區域。因為他拍的地方街景符合那個地方的這個特徵，所以胡锡進老師他那房子應該在三環邊上，三環具體是三環的外邊，不是裡邊東邊。說明什麼？胡锡進老師說他們家房子房價不高，但是這是他凡爾賽，因為東三環邊上就是房價再不高，那不低於6-7萬，但是附近沒有好學區倒是真的，這個沒錯，它既不屬於東城，更不屬於西城，那地方屬於朝陽。當然了，如果今天胡锡進老師再拍，晚上再去走，恐怕心情會更好一點。為什麼？因為他今天他手上的老燈股啊，很有可能反彈了。好，我们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